传统艺术界一年一摆大代志，第36届团艺金曲奖拜三公布入围名单。今年计共有88组创作者42件作品入围。今年特别用台做主题，代表传统艺术代代相传的精神。今年36届团艺金曲奖拜三公布入围名单。今年计共有88组的创作者42件作品入围，包含音乐甲戏剧表演两大类。 今年的主题叫做“代”，那是要强调传统文化代代传承的意义，嘛代表跨世代、跨领域，每一个作品都是无前无后协力完成的精神。尤其是音乐类跟戏曲类，都是以技艺为主，所以呢，代代相传、代代接棒，非常的重要。另外一种是跨域上的融合，彼此互补。 来共融呢，戏曲共融音乐。东北混歌戏团的名博客栈明星相会节，用电视剧《名博客栈》做背景，结合穿越和武侠的题材，讨论爸囝之间的亲情。越南二分之 Q 剧团的《情机》改编白蛇传的故事，讨论爱情的本质。两个作品拢入围5项戏剧类的大奖，展现传统戏剧的生活力。文化部表示，传统艺术界有一个国家队，而且已经受到国际的关注。传统艺术界也有一个国家队，我们这个国家队会在文化部的不论是黑潮计划，或者是我们的国家语言方案，或者是我们的沃土计划，还有重建台湾艺术史等等等等，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打拼，我们来建立这样国家队，让我们的传统艺术一方面在国内可以继续生根、继续发展，一方面我们也要走出国际哈。团艺中心表示，这届计共有632件的作品报名参加，每下入围88件，竞争非常激烈。这届的音乐类特别奖得奖人是已经过身的台湾作曲家陈茂轩，戏剧表演类特别奖得奖人是南管世家大汉的林吴素霞，肯定因对传统艺术发展的贡献。记者林旭凯、魏宗林台北报道。